慢慢啲，讓啲字都整埋去慢慢，去到有個鏡頭停一停，係啦，停一停。我呢個停一停，係咪有個係啦，好靚？跟住就慢慢行。係啦，嗰啲背影嗰啲就快啲。你呢個就慢啲。哇！呢個成隻城堡咁，我覺得佢呢個直情成個花樽咁。轉嗰下唔好行得太快，睇佢好辛苦。呢個好中意。上網落嚟我先坐鏡頭有上架。係咯，係咯，有上。唔好熄機啦，一路咁慢慢行過。呢個好亞熱帶雨林嘅感覺。係啊係啊係啊。一路咁行過唔怕，唔使熄啦，一路行嗰邊嗰邊。誒，就咁影出嚟俾你。係啊。係咯，影得就用咗呢度對住佢影下睇佢介紹嘛。故宫钟表中的写字人钟，就是这类钟表中的优秀作品。呢個都好靚。人物钟是以人物造像為主要裝飾的鐘表。人物鐘除具有鐘表的基本功能外，有些還能夠模仿人物的動作。故宮鐘表中的寫字人鐘，就是這類鐘表中的優秀作品。人物鐘是以人物造像為主要裝飾。你頭先咪介紹呢個咯，寫字。係有嘅。呢度。呢邊啊，呢邊啊，中面。真係靚啊！睇唔到入邊啲嘢。圍住佢四邊影喎。睇高啲。好，呢邊，呢係咁影過。慢慢行得咁快。哇！呢個，好得意啊！呢個。跟入去。哇！咁多鐘啊！皇帝送嚟嘅好多，嗰啲外國使臣送嚟啊嘛。咁多年嘅大佬，清朝成200年。法國嘅呢度呢啲全部都。呢隻船，輪船啊呢隻。燈塔船。